疫情期间有真侪活动拢停办，抑过关怀弱势行动袂使因为安尼就停落来。保护在地弱势是大人，这个华山基金会发起爱老人的个这公益的行动，得到这个台南在地企业的支持，捐出10台这个水冷线，也是水冷式的电风，希望讲好这独居老大人有一个凉爽的热天。一开始是做电视购物的在地企业董事长李文成登记到这公益活动。即摆知影华山基金会的50节公益活动，向基金会表示愿意做回来关心长辈。那我们也想到说，在夏天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会太热了，然后会造成一些不幸，所以我们刚好有机会可以付出。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。即摆的关怀行动来到台南市南区一位电阿公的厝是车库改的，因为厝内无冷气，热天阁真热。得到企业所捐的电风，心内真感谢。阿公看我无啥物件，叫我较侪互伊，我甲开，伊讲有摕我，摕米啊，牛奶啊。伫50节进前，替电阿公来挂枪箔，马上爱心物资，可以感受到社会温暖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